美國股神巴菲特 Warren Buffett 對股票嘅認識十分透徹，以致有人想同佢食飯，順便請教投資策略。巴菲特鍾情可口可樂 Coca-Cola 股票。巴菲特話：你能夠形容呢飲品嘅味道，令一位從來未試過嘅人可以不必飲而能了解可口可樂嗎？呢可難啊！味道就好似幸福，無法用互聯網快遞。同樣，佛教嘅頓悟、天主教、基督教嘅祈禱係一種感覺，一個過程。只飲可口可樂，冇方法可以得到一次便永遠滿足，而要天天飲可口可樂，日日重複同一過程，呢個可以用神經生理學解釋嗎？換一個角度，科學家愛因斯坦死後，佢嘅腦被雪藏，有人希望有一日好似電腦嘅手指分析呢個記憶體，以便任何人可以下載，立即明白相對論。呢個又好似將蘇東坡嘅腦雪藏之後下載東坡肉嘅軟件，以後想食東坡肉，下載軟件便可以啦，不必自己親自下廚。錯咗，味道係一個過程，好似幸福、似悲歡離合，必須要經歷先至能領悟。記憶嘅關鍵喺特觸 synapse， 人一死，大腦解體，無法保留特觸，再不能經歷，亦就冇任何記憶。之前嘅記憶灰飛煙滅，但人不甘心，堅持有天家、天國、極樂世界，真可憐。想飲可樂，而家便飲，死人飲唔到，即係珍惜當下，